大家为着今年新明星活动当咧开会，出席的人毋但有庙里的委员，还佫有在地村民，甲外庄的信徒。今年拄好是立会安做100年，有的人认为爱扩大仪式办做少，有的人认为伫庄内迎老热洗庄就好，各种的想法拢总有。主委甲商务嘛真头疼，超袂好势是会去互选的。主委看众人全意见了了，袂输那菜市仔咧，怎叫大家小停者？伊讲，恁安尼一人讲一话，立场大遮硬，是要安那有结果咧？归去啦，互神明做主，用跋杯的，众人煞点去。边仔有人赞成主委的建议，就安尼这件代志才通圆满收煞。